一摆期间去采访的地点，马来西亚圣米兰族，在19世纪中期，是一只用石矿发展起来的地区。创造许多非族梅族行业，天幕暗夜，许多嘅做矿工，喺当地形成的一只嘅客家庄。其中一只新老的、新有名的，如系文登镇嘅客家村，一只总头嘅形成，清早是在加拿大160年左右。唔过讲起来也是风趣，一只嘅会受到按多人提注意，同太财团土地开发韩国白钱有关。当年客家庄，佢有可能会唔惊吓。太鲁县客家村嘅牌特别鲜明，各行业系系各种像系工料收作嘅物，特副门行做下就雕自家屋卡嘅同好。大头梁已经6台居民都经还系高定当简单嘅生活，大件特副差唔多都要协调，无多嘅摆设未做下当简单。不过2022年，安尼个店庆生活受到破坏，发展商每家奶食团讲拿到客家村土地所有权，外头梁来开发。照马来西亚联邦宪法规定，土地使用嘅听权系国州嘅行政权。你下马来西亚嘅土地法规系同使用权分作为3种。第一係臨時使用權證 TOL， 土地使用者冇所有權，由政府核定土地嘅使用權，當然要重新申請過。第二種係租者，由土地使用者同地主來打租者嘅契約。第三種係99年嘅地契，是由土地所有權99年。客家村嘅情形係第一種 TOL。代表大頭梁超過100年嘅抗人，唔是有土地。韓國對1995年起始，唔知係乜嘅原因，政府未摸過核准發展呢？在1980、1990年，一路都有講個整條嘅係土地啦，但係嗰時候村民都仲可以去土地局還一個土地稅啦。但係到在1998到1999年，好多村民愛去土地局還一個土地稅嘅時候，有關當一個官員都要講唔會接受就還一個地稅喺度。第二係講也係替政府已經係愛少人用啦。實際講，發展商提出一副5000令吉，差唔多台幣400嘅補償，還有買屋糾結嘅條件，還是同時同法院來指控唔肯辦證嘅居民非法侵佔土地。呢度居民聽到安尼嘅消息，做事辦證咧。就要你们办喽。他们讲，我也是这样讲。我一接不走，万一接不走，可以了。你再接不走，我会给你，可以了。哦，要不是乱钱嘛？够没够什么？够一房间啊？啊？够个厕所啊？2千够什么？问你叫什么？2023年，發展商帶遊戲經歷來清空地區土地項2000萬戶嘅政府，雖然居民用身體去動，但是還係動唔落來。跟他無奈何嘅款等自家家人本怪獸插片。發展商佢冇正式同阿條來去談判，也冇嚟同經過阿條村民啊，比也喺土地佢喺按攏邊樣來發展有去乜嘅樣嘅類型嘅屋包括有冇廉價屋來安排阿條嘅一種租嘅問題啊。你下頭天氣項嘅屋一度都冇人帶咧。落落確確，韓國環境真惡作、真亂，就係廢棄。
傳落來嘅3位師傅幾名同當地團體穩定自由同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嘅推手下，開始透過名錄外地對外發聲，還挺期待各地團體去客家村了解呢邊嘅生態歷史。本來唔了解法本嘅民眾，未開始研究馬國土地嘅相關法規，一擺又一擺同州政府、縣政府來申請地證，希望是同資料保留落來。經過提拔嘅經驗，居民嘅公民意識未提升咧。喺講那種也種重要嘅那種文化啦，喺講消滅佢都感覺好可惜咯。所以民間自由嘅入嚟之後，都一路同那種灌輸那種文化歷史嘅東西啊，所以那種居民也感覺到那種係對那種華人嚟講係冇。也係好重要嘅一個歷史見證嚟講啦。聽聽將資料來到地區開發地，陸續已經起兩棟上長線嘅建築，可能係引致外界議論嘅壓力。每間內集團地區都經忙開發好，未無個迫切天意區開發地項嘅居民。佢現嘅啲項目啊，仲買唔到幾多藝所坑平要所講噶啦，應該仲冇買到2-3%嚟樣啦，所以變到佢嚟賣出去，變到佢天意區嘅變曬，佢也係好艱難來去調動近態一種資金來去發展咯。先到採訪嘅前一日，外界向前鋒講時機敏感，取消接受訪問嘅計劃，實在無法度取得開發單位嘅回應，但是確定嘅係，嚟開發案無撤銷。居民個人還係過度真唔安心，因此某年底，我哋嘅情形係維持結構，一場假熱保會戰，還會繼續打落去。